内政部今仔日审苗栗县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，这款团是质疑讲，为着要推动土竹苗大设国计划，会去变更着后龙竹家等未少所在地目，造成960公顷的农地会消失去。环保团体是要求讲，若是要增加科学园区的用地，应该大声用受到污染的土地，也搁有这老工业区来开发。 款团的代表提票语，早起时代到国土署头前抗议，因为中央要推动土竹苗大设国计划，增加搁较大范围来扩地。因烦恼讲，包括后人竹家这所在的农地会无去。款团认为讲，台湾未来是无需要这么多科学园区的用地。我们未来的整体工业地的需求，其实绝对会是降低的。一次圈就圈了900公顷的这么多的土地，将会成为炒地皮的一个标的啦。早起内政部国土审议会要讨论苗栗县国土功能分区图的草案，款团认为讲，要开发新的科学也是产业园区，应该先针对无法度继续营运的工业厂区，也是已经防污染的土地来搬销，包括生产粮食的农地。它的水资源也可以释出来。 它的土地资源释出来，它的人力资源也释出来，那应该是朝向这样。那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像头份啊那些都是有。苗栗县政府回应讲，会积极配合行政院核定的大设国计划，帮助产业在国际竞争有更较好的战场。但也表示讲，因应美国高关税的冲击，会做更较精准的开发，分期检讨和调整。 如何在这个园区做精准的开发，然后分期的检讨，作为产业的后盾，那当然也不会有过度去浪费，或者是储备了过多的一个土地量能。 款团大声喊讲，产业开发无应该摕生态、粮食和国土安全做代价，嘛无应该强定人民土地。对款团建议使用受污染的土地和工业区来开发，官府表示讲，这是本意真好的建议，会真欢喜纳入来做考虑。嘛强调希望产业和环保团体会当达成上好的共识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